家有内贼，永不负；国有奸臣，永不安。请收看《闽南语连续剧》一成言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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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涌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有不悠悠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阮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的名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涌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有不悠悠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阮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的名。你是也有够讲啦！啊，甲家己母甲安尼啦，啊，什么代志拢骗玉清啊？你想啦？啊，家己食遐尼辛苦，好啦，伊今仔讲要娶你啦，啊，万一等下你出嫁的时阵，伊若来反悔，到时你是要安怎？你安尼敢有假担心？我无毋望伊会当娶我，搁再讲，我即摆无资格做伊的某啊。啊，你是在讲什么笑话啦？啊，既然若安尼，你后尾就替伊咧坐监咧。阿母，尤清只是我的小弟，伊只是我的小弟，我对伊只有这底的感情，就亲像学着亲姊也同款。伊敢真是只是你的小弟？阿娟啊，你莫阁欺骗你家己。就算是我咧欺骗我家己，我拜托弟弟嘛莫甲我踢破啊！你着互我继续欺骗落去，只有安尼，我才有继续活落去的勇气，你知无？阿母，我知影面前对一个查某人来讲是足重要的，也毋过为着玉清，就算还搁较大的牺牲，我嘛甘愿。我真正想拢无，讲到迄个李亚秀萍吼，安尼散去无放，讲着话安尼要死哪害，徛咧无在端，坐咧螺丝栓，查某看着累甲乱啊，查某看着错甲酸啊，我是对一点较袂比哈，天生竟然遐尔啊袂意，敢讲伊真是介意迄样？等我落来试看卖，敢有较好？你是创啥？你出去啦，遮我来佚佗啊！你哪穿头家娘的衫？我穿你秀萍的衫有啥物唔对？即摆我是头家娘呢。你莫想讲吼，你穿阮头家娘的衫，就变成头家娘啦。搞穿衫吼，永远拢是搞啦。你即摆是咧讲啥哈？你愈来愈无大我找哦！哼，我今日若无甲你的喙切落进去哦，你唔知我啥啊？你创啥？啥遐？
是我啦，啊你哪来？你莫插我啦！你去做你的工课，莫插我啦！啊你来找我，啊即马坐咧遮，啊叫我去做我的工课，安尼我会歹势啦。吼，无怪啦，无怪天生会遐尔啊介意你，讲话遐尔啊温柔，遐尔啊体贴，哪有亲像我，袂输敢若差白咧，无怪伊会讨厌。你甲天生又搁冤家啊？我哪有迄个材料甲会冤家啦？迄是伊咧嫌我呢。以前吼，伊嫌我是一个趁食查某啦。啊，即马呢，我真甲你共款啦，伊毋是共款嫌我。我再讲啊，我有替伊是一个后生呢，啊你有无？你啥物嘛无啦？秋月啦，你听我讲啦，你若真正吼要互天生介意你，爱改变的毋是你的外表，是遮。遮，你爱付出你的真心吗？嘿，我等伊20几年啊呢，我对伊阁无够真心哦。也毋过这20几年，你敢毋真正关心伊？我嘛想要关心伊啊，啊，毋过伊就是无爱插我啊。有代志无代志，就是讲着你啦。什物你的房间袂当入去啦，你的物件袂使卡啦，迄表示伊心肝内敢若有你尔。我当然嘛甲伊冤家啊。啊，你甲伊冤家哦，敢有冤出啥物结果？迄当然嘛有，啊无你哪有可能搬走？我哪有可能搬你们杨家？秋月啦，啊你若要安尼想吼，我嘛无啥物好讲啦。啊，你今日来遮，就是要甲我讲这哦？无啦，做我是看你安怎做啊，我来甲你学的啊。啊无天生哪有可能对你遐尔死忠啊？无好啦，你豆豆仔看吼，啊我来无用啦。敢若会晓扫涂骹，我嘛会晓啊。是安怎我哪做？玉珍，阿爸，恁阿母咧？我毋知影呢，透早起来都无看到伊个人。本来吼，我是想讲咱一家伙仔团圆，我着要带你到玉清，转去饲家，莫搁增加头家娘麻烦。想要到即摆阿煞，爸，咱即马哪会当离开阿母咧？咱放伊一个人伫咧遮，这对阿母来讲是一件足残忍的代志，伊哪有法度忍受啦？对啦，阿爸，迄天由天生来找你，有啥物代志？恁天色阿姐带我转去饲家，你知影无？恁阿母即摆若是有闲，拢会转去饲家摒扫，伊是要甲饲家重新建立起来。头家娘，伊一世人守着这间旅社，照顾伊的囡仔。恁阿母一心一意要建立伊的厝，两个查某人拢是为着伊家己的家庭，遐尔啊辛苦，连到我这个做查某人的，煞感觉真无路用。迄天我有看到伊伫饲家摒扫，我有甲伊斗相共。玉珍，阿爸，遐嘛是我的厝啊。玉珍，阿爸足欢喜的，你总算接受恁阿母啊，我足欢喜的。阿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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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买一寡阿管爱食的菜，等下叔叔要甲摕来去。阿母，我甲你斗阵去啊。是啦，头家娘，咱做伙来啦。唔免啦，阿母，互我甲你斗阵去啦。凊彩啦，
工啊。哦，阿母，我来到三工。你看，我向你救抓，等我若毕业，我要赚足侪钱的，安尼我就会当娶你啊。把你的手指收起来，去送有别人。我无想要看到你啊。月清，等一下，我要早美馆爱食的物件去看美馆，你敢有要跟我斗阵去？我厉害到阿天，讲生命，付出心心。等一下，我要早美馆爱食的物件去看美馆，你敢有要跟我斗阵去？还是你有啥物话想要对美馆讲？无好啦，你就留喺厝内。惠治女社这阵仔生理嘛无好，阮出去的时阵会甲门关起来，你都莫想伤济啊。月清，这件代志，我拢知影你做了并无唔对。搁再讲，伊添知伊只是受重伤，伊并无死。这本来就是伊应该受的报应。即马你嘛知影，美馆足介意你，你嘛接受美馆对你的感情。我相信恁两个经过这件代志，只要你会当真心真意关心美馆，照顾美馆，恁两个一定有真好的未来。玉清，你千万莫失志。我相信，你永远是美馆上大的瓦库。阿母，月真啊，等我物件都穿啊差不多啊，小等下你煞摕去美馆啊，我都无要去啊。阿母，你毋是要做伙去？我都感觉头有点仔戆戆啦，我想讲休困一下，煞麻烦你甲恁阿爸摕我去看美馆啊啦。阿母，你有要紧无？无要紧，我休困一下就好啊啦。来，美馆，阿伯真感激你，你为着玉清做遮大的牺牲，阿伯实在唔知要哪甲你说多谢。阿伯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阿母还阁拜托你呢。你知影我阿母的个性，就是爱细细的。你会加陪太监，阿母伊会无聊。会啦，我会好好陪伊，好好安慰伊，这你放心啦。阿伯，会当麻烦你叫玉珍姐听电话吗？美馆，玉珍姐啊，有穿好无？你哪无来？伊真好，伊比较早较用功，嘛袂四界乌白走。伊讲伊要好好读书，考到大学，安尼才袂辜负你。伊敢真正安尼讲？也是你伫安慰我。美馆，伊讲的拢是真实的。
姊啊，我和玉清斗阵大汉，伊即马讲伊要好好读册，我实在唔相信。美乖，你一定爱相信我。卡水若无好好振作，无好好用功，我这个做阿姊啊，绝对袂放伊煞。阿母咧，因爱无来？阿母本来要来，啊，搁煮一寡你爱食的物件。要出门的时阵，伊讲伊人无爽快，我就叫莫出门，踮厝的休困。阿母人无爽快，啊有要紧无？因总是爱走，因有阿母，因有阿爸，因本来就是一家人。我只有甲美观的一个囡仔，我有啥物资格甲因闹落来？做也好啦，家家甲较早同款，像我甲美观咱两个人做伴，安尼定就较无烦恼，也较平静。志强啊，啊你哪来啊？志强啊，这个本事，连咩我来给你，我拜托你，等下领导。我知影吼，你一直认为讲，恁阿爸是我抢走，你嘛一直拢足讨厌我。也毋过即马吼，我已经离开恁阿爸，恁母我点嘛跋转去住。啊，你即马突然间走来甲我讲这个话，是毋是恁阿母又讲？我知影，你甲恁阿母是惊讲我搁倒转去找恁阿爸，会搁破坏恁的家庭是？志强，你放心。我毋是咧烦恼这个，我是咧烦恼玉晶。玉晶？伊是安怎？感觉恁囝杀人，你毋知影啥？玉清杀人？看你海角啊天自讲生命提出心声。玉清杀人？你免紧张啦，即马美官已经替伊斗罪啊。美官即马人咧坐监，恁厝发生遐尼大个代志，敢讲你无需要回去看卖咧？是安怎拢无人甲我讲？哎安尼啦。阿姆，其实今日我来，除了甲你讲这个消息以外，我希望你会当甲我斗相共。斗相共？其实我甲玉晶早就已经相依来，也毋过即马伊要离开我，你敢知是安怎？因为阮阿母伊毋肯接受这个事，因为伊是你的查某囝。阿姆，我希望你会当去顾一下玉晶。阮阿母迄边我嘛会去要求伊，我希望讲你顶一代啊，会当成全阮。我嘛希望讲你顶一代文化，莫搁牵连着阮事势好。来怀疑，
相信你自己，才会予我心。